台湾证券交易所正经通过国内运动频道申请创新版就市审机，打算2024年第一季要挂牌，嘛加做国内第一间100%新媒体营运的就市公司。成功通过疫情考验，台湾运动转播频道申请台湾创新版挂牌上市，已经审计通过。这代表着我们台湾的资本市场将朝向未来更多元化的一个发展。所谓影音频道提供多元化的产品形态，为让体育比赛更加好看，国内运动频道结合 4K、VR、AR、AI 等先进技术，都让观众无同款的视觉体验。它是透过 AR 跟 VR 技术去协助我们观众者可以更符合自己的需求，然后去观看每场赛事。我觉得这是非常厉害的。证交所自2021年成立创新版，搁伫今年7月进行产业新分类，增加力量环保、社会分端、运动休闲、甲国家生活等4项产业类别。今年已经有29间公司申請上市，創新版的總市單會超過新台票1500億。記者綜合報道。